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温强你来去搞啊过年啊！哎呀，好牛逼，好牛逼，我不来去。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酥、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个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烧交杯，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肚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我永远伫你的身边，你笑，我对你笑；你好，我甲你七目屎。咱共一条性命，我是七毛糖，你是七毛糖变出来呀！我永远甲你分袂开。因为手刃摕迄张批纸，哪读目屎哪插插滴。纸滴淡去，字就无去。彼暗伫房间内，家己一个哭到目屎干。过当日早起，两日目睭红搁肿，毋敢去上班。老母知影，犹阁是共迄项代志。最近不时为着这得哭，看甲心痛，毋敢想问，惊去刺激着伊，干那骹食后一直吐大气。唉，早都甲伊讲过啊，咱普通食头路人的家庭，无钱也无地位。即摆少年人要等甲伊毕业，要遐济冬，歹按算啦。因为迄时大学2年，青春少年，这个话哪有咧听？拢应讲，我甲伊共一条性命，永远分袂开。伫亚洲证券公司咧出入的人客，拢叫陈永生霸王的。一来是因为伊人生做粗骗，一个面不时红高赤刺，袂输台底的啉烧酒；搁一来是意见济，脑后大空，若是伊讲话，规楼拢听会着。但是上要紧的是伊有钱，非常真好业。毋是因为伊做过银行商理的关系，主要是伊交易股票有趁着大钱。咱台湾以前股票俗，有钱就买股票起来囥，股票生股囝，袂输鸟鼠仔咧赚。尾啊，台湾经济发展，股票大起价，就是安尼趁着大钱。霸王的钱趁着了后，银行商理失掉，转身来移股票。更有咧熬哦，行情看会准，落就买，起就卖，愈价愈济，厝甲股票算算起来，要甲正益的。这支今仔日定着破24个。大家拢听到伊安尼讲，真是开盘无2点钟，就起到24块。26才是顶线。伊又搁安尼讲，所以遐个妇女股票族的黄太太玉。
金太太子、王太太宝，迄日92点收盘，还无人放手。霸王诶，明仔载26冲会到袂？看今日即个办势，明仔载定着起停盘。结果王太太宝坐伫头前听到，甲黄太太玉讲：明仔载吼较早来诶，咱洗头改做下晡啦。黄太太玉无应，头一直淡。先啊，转来到厝，话讲：今仔日的盘实在有够水的，逐支都红拍拍。因某来户啊，无欢喜，因为你规日干那趁你遐股票，厝邻查某囝安怎拢无管？咱姓美啊，逐日出门去学校，转来踮厝邻读册，敢有啥问题？问题就是伫遮啦，规日守伫厝内，也袂晓出去佚佗交朋友。这交朋友的代志，咱毋免替伊烦恼，等大汉自然就会啦。等大汉已经大学4年啊呢，连面毕业，若出国去留学，就搁较无机会咯。哦，先啊，想想咧，即个来户啊讲了，也是有理。应讲，静美啊，若毋爱出去交朋友，咱叫朋友来厝邻互伊交。要安怎叫朋友来厝邻互伊交？先啊讲，安尼生，安尼生。来户啊听一个喙开开，话讲，安尼就亲像是用马，哪会使进？你真是毋捌代志。即马是啥物时代？股票会使用马，大厝、汽车会使用马，内衫内裤拢用马。啊，这咱若看有介意，那袂使用马。所以来户啊来找因姨啊，迄个因翁伫医师公会做会长，拜托伊介绍一个好诶来互因静美啊交朋友。吩咐讲，爱医学院诶哦，正拄好。我一个朋友的后生有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咧教补习，我才替你甲伊介绍过来。一来是因为伊人生做粗평，一个面不时红过赤刺，袂输太低的啉烧酒。一来、二来，这个来一定爱读轻声。这粗평就是金光평、金光兵，孙悟空迄支啊，这평大평啊，所以粗평乃算真大평，迄人生做真大평，官大高强大汉，迄款来做粗평。一个袂输太低的啉烧酒，若讲一个人生做真高强大汉、粗大粗평以外。我想，若要讲还佫足济啦粗朴，毋知有听过无？起停盘，咱过去的俗语啦台湾嘛是讲做起停盘。这实就是讲有一站咧股票销足厉害，即摆我毋知影。但是有一站股票销真厉害菜市仔我上嘛咧做股票做啊，话厝摕去当来博股票，这是迄站的故事啦单类的小说，伊反映无共时代的台湾社会。伫起停盘这篇，差不多就是民国80年股市上万点迄当时。迄当时嘛，差不多我细汉的时阵啦。因为迄阵经济起飞，逐个用钱拢诚济，拢会倒入去股市。我印象真深，就是迄个白冰冰，还有一条歌号做现金寄伫股市。伫即款背景内底，因为钱常常变做济，所以影响着人的心理。产生一寡社会问题，单位就用这篇的小说来看到这个社会问题，甲写出来。这个小说内底写一个算股票大趁钱的这个单引性，伊因为钱足济，伊会想讲代志拢会当用钱来解决，伊就是想要用钱来请人，佮找一个医学院的学生，要来甲因查某囝送做对安尼。毋过这个学生原底嘛是有女朋友。煞为着这个钱来变心去，这个小说内底，大家拢为着要约钱，放弃了真侪钱买袂着的物件。伫这个股市的杂文配去破去了后，才发觉着讲因拢为着钱失去了真侪。
我感觉即篇虽然讲单位伊是住伫加拿大，毋过伊嘛是拢会掠着台湾的社会伫无共时代会上重要的一寡议题。啊，即篇小说就是咧写即个经济起飞时阵人心的一个变化。伫民国78年到80外年即个中间，台湾的股市一直发展，薪水阶级的查某人，可比讲翁婿若有食公家头路，也是民营的大企业的头路，每个月有固定的薪水通领，生活无问题，欠一寡钱，即个查某人呢，伫即个股票市场大起的时，见买见赚，就形成即个新的股票族，或者菜篮族，就是讲早时9点呢，菜篮赶咧去股市去买股票。等若要倒呢，买菜转来，顺续煮中昼，还佫会付安尼。所以迄个菜篮族，就是即种的做股票的查某人特别的迄个称号。面试迄日，三人坐伫客厅，摕是德国牛皮碰椅，招的是浙区水晶的吊灯，啉的是意大利的咖啡 espresso。来华看即个学生，生做四正。有咧有体，心内欢喜5分，问伊：你伫读医学院？我台医学院6年。来华心内欢喜6分，问讲：毕业了要开业倒一科？我较爱外科。阮静美今年大学经济系4年，要请你来补习。经济我较毋捌补习英语啦，毕业了要去留学。我英语无讲真好呢。你毋免伤过欠，读台医学院的联考拢600外点，逐科嘛即支的。比一支大头帽互伊看，雄录一句英语问伊 ：Mr. Wu, how old are you？ 明弟无想到伊会甲考试顺喙就应。Yes。你看，安尼哪有问题？来华心内8-9分的欢喜，插一支喙问讲：你敢有女朋友？我有一个女朋友，熟悉5冬也未订婚。等我毕业才要订婚。因兜咧创啥？老爸伫区公所食头路，已经退休来华心内想：食头路人无钱也无地位，安尼才简单。欢喜到10分，伊直甲先咪喙腻目。你专工来教阮静美，别位拢莫去，1点钟补习费3000块，减算来回车马费。迄明弟一算，一礼拜来3摆，一个月3-4万块。比食一个头路的较好康，随着答应因。安尼真简单，欢喜到10分，一直甲声咪喙腻目。咱有阵时较侪人咧讲话，一个人开始甲人的思考悟出来、讲出来，结果有人要甲暗示讲袂使讲，就安怎？甲咪喙腻目即款叫做咪喙腻目。即款就绝对一定毋是听来看来，可能看袂出来。无真少人写着即款咪喙，伊咧甲咪喙，伊咧甲腻目，就是用喙表示意思，用目睭表示我的意思。卖啦！那个女孩在跟我挤眉弄眼，咪喙。咪喙，你若讲单独咪喙，我做一种意思啦。迄个囡仔食无着，咧咪喙，抿着嘴巴，表示啥物？看轻啦，也是咧讲笑啦。过来，囡仔想要哭，挡袂牢，嘛会咪喙。迄个咪喙伊想要哭以前毋敢哭出来，喙就带咯，准诶。你讲来感觉这我足歹讲诶，这嘛是咪喙。来讲腻目，嘛会使讲头腻目，华语的使眼色白话字圣经有讲到腻目会意的，互人忧闷，
嘴讲戆话袂失败，正面内底话讲足水，我怎啊捡来遮吼？医学院16世纪了后，欧洲人出海去到非洲、亚洲、美洲、大洋洲遮个所在来进行贸易、传教甲殖民。西方的医药嘛对遮个殖民者、传教士的脚步传出去。参像上早来台湾的马雅各医师，伊为着要培养传教甲医疗的人才，训练徒弟这是台湾现代教育甲医疗的开始。甲午战争了后，台湾去互清朝挂互日本，殖民政府为着解决日本军人的即个传染病的问题，爱培养医生。伫1897年的时阵，伫台北病院设立即个医学讲习所，收30个台湾的子弟教伊用医学，这是官方上早的近代医学教育。伫1899年的时阵，就来设台湾总督府的医学校，就是即仔的台湾大学的医学院，训练台湾人来做日本医生的助手，推销西方的医学教育，甲公共卫生的设施。迄时阵日本人为着要确保因的统治的优势，对台湾人读册有真侪限制。台湾人会当读的上悬呢，就是即个敢若医学校甲国语学校即两个选择。汉医伫传统的社会无啥物地位，所以伊一开始拢无啥物人想要去读即间医学校。也毋过头几届的毕业生转去故乡开业，真拍拼，真热心伫参与地方的代志。有钱有名，阁有成就，阁有影响力，地位愈来愈悬。所以优秀的即个台湾青年，拢想要读医学院做医生。社会上开始流传第一医生、第二卖兵即款的俗语。亲像陈瑞生呢，伫个春天煞尾面一篇内底嘛有讲，医生一工赚的比教册一个月的薪水搁较济，赚钱亲像咧拔土沙粉的。无怪有才调的人拢想要做医生。一个月后，来户问查某囝：老师补习了安怎？我甲伊问问题，伊拢讲 yes 甲 no。伊人安怎？查某囝喙角抿一下，无应就走去。来户知影，心内有拍算。过来迄礼拜，明弟来补习，来户甲伊参详。你即摆住遐离学校较远，我伫遮对面有一间厝，空无人住。你搬来，安尼要补习去学校拢较方便。带明弟去看厝，一间看，三个困房，一个大厅，一间册房，灶骹、浴室拢是全新的装潢，噼噼啪啪，金金闪闪。电视、冰箱、眠床、冷气，逐项有，无输董事长的别装。明弟看甲袂讲话，5分钟才拄一句。这遮大间。来户甲伊扭咧，踮迄困金丝的碰椅坐落来，讲：明弟这间厝做你住，你干那认真教阮静美，专心对待伊，安尼就上好啊。咱亲像家己的人，费用你拢毋免烦恼。明弟了解伊的意思，搬入来新厝住，家己一个看囥囥，要食要用，逐项有，阁有人来摒扫。来户甲查某囝讲：即摆老师住对面，毋免麻烦伊来，你家己去伊遐补习。所以静美就来明弟遮补习，有时讲 yes， 有时讲 no， 大部分时间是开讲话先，两人渐渐来熟悉。这个来户看甲欢喜伫心内，不是款食的、款用的来看明弟，照顾头、照顾尾，袂输家己下。有时嘛会甲明弟暗示：明弟我甲你讲吼，这间伫新光园边3楼的大厝，是登记静美的名的。阮2个楼的，干那静美一个，财产毋留互伊得，要互啥人？听到这个明弟读医学院的囡仔，
人口拢600外分以上，毋是戆戆的，意思嘛拢听有就是啦。加起一个看囥囥，这词我真罕是听到，囥就是空旷来看，看囥囥，一般可能讲看弄弄，看懵懵，看弄弄，可能较济，讲看囥较少。其实真正有台语古文的有写看囥囥，像这后壁囥囥，看弄弄，看懵懵，这个叫做语态词。语态词就是讲安怎看，看敢若像空地啊，很宽阔的，好像空旷的地方。内部啊透过亲情小解这个医学院的名字啊来处理替因查某囝清理，补习英语，结局哪有伫补啥？结局两个拢嘛咧开讲，清理问这个名字啊问题，简单回答 yes 跟 no。毋过，虽然是安尼，无学着什么英语，毋过看会出来，清理啊伊会介意着这个名字啊爱意拢表露伫伊的面内底啦。内部也知影呢，心内欢喜，伊就带名字去看厝。即间厝咱来看，偌水的厝啊！作者安尼形容，伊讲一间看3个困房，一个大厅，一间册房，灶骹、浴室拢是全新的装潢，噼噼啪啪。金金闪闪，电视、冰箱、眠床、冷气，逐项有，无输董事长的别装。你看，好野人就是安尼。即摆因人以股票大赢变好野人，好，要替这个查某囝找一个囝婿，都还袂变囝婿，你看，随伊就带伊看一间水厝，看到遮，咱就会当知影。名字啊，伊甲多数世俗人同款啊。一月日轻轻松松趁3-4万的补习费，佮免费的别装，互伊带。好个人的查某囝要嫁伊，是找有几个人袂叫生气啦。讲来，咱人也是真奇怪。若是食苦受难较久，都袂惯势；若是快乐享受，佮真紧就会适应。这个名字搬来了后，住好。食好、穿好，阁有轻可钱通趁，山念伊来惯势去，感觉哪像即款生活条件甲环境是生就应该有的。特别是伊读医学院，毕业出来做医生，上无嘛着爱有即款的厝，享即款的受。渐渐伊才来了解，伊交因费5档外，是安怎厝人拢一直反对。伫因田庄的海寮遐。人拢瘦甲惊着啊！老母不是咧骂，敢若水是会价值，会因得。若有人来做园人，毋是教田教厝，就是教戏文啊、教股票。毋过，伊目睭内敢若因费一个，明明无田无厝，无戏文啊，无股票。无怪庄林的人，亲情的50，朋友的100，拢替伊的父母怨叹。无彩干那生即个后生才情，读甲医学院做医生。即马伊甲想起来，以前实在是少年人浪漫的爱情主义，青春期无实际理想迷失，因为伊秘伫学校内，拢无注意到外面社会状况。实在除了爱情以外，人生要真济重要的物件。这点，伊即马才忽然间看到啦。愈想愈明白，就有一个决定：过去的放互过去，将来的袂使无去。但是，这个新觉悟的道理，要安怎甲因辉讲，伊才会当理解咧？名字啊，是这个田庄的海寮人。海寮是啥物所在？就是较早台南县安定乡啦，庄脚所在。这个名字啊，本地送甲鬼要掠去啊。毋过读册在前，考调医学院，哇，这无简单送车往送车，这个爸母甲伊的这个亲情朋友啊，拢嘛望医学院你后摆出业做医生的，拢嘛望伊会当带好个人的查某囝嘛，好个人的查某囝安怎？
甲即个田园厝地，也是虚稳啊股票，偏偏啊即个明智啊，伊去爱着逐项无的因费啦。对医学院的学生看法两方面啦，第一是即个家长啦，吼，即个学生伊的亲生的家长啦，吼，老爸老母嘛是期待讲伊的后生后摆带一个新妇，爱有钱的查某囡仔，啊，伫经竞赛的人，伊嘛是甘愿啊，要经一个医学院竞赛，吼，啊，计算较济，我若担会起，我也是甘愿，这是即个家长的想法啦。啊，即个医学院的学生，即就较歹讲啦，吼，在人的啦，吼，有的医学院的学生，我想我迄个时代吼，一半啦，好至少一半，嘛是感觉讲，我若找一个牵手运动爱有相当的计算，吼，气温啊，爱教气温啊，教流啊，即款，至少一半。学生本身，我迄个时代，啊，即摆当然可能无啥事，即摆可能是迄个做半导体的即个工程师。这个地位可能改去啊，改过去啊。即日，伊专工带英辉来新公园即间第三楼的公寓，门拍一个开，买活啦。若董事长的别庄，噼噼啪啪，金金闪闪，内面食的、看的、用的，逐项有。英辉毋相信，家己一个住伫遮，甲看桌顶是伊的册。房间吊伊的衫，毋是家己目睭咧作怪。这拢带免钱的。英辉听无，目睭掠伊看。我做家教，一个月薪水3-4万，即间厝带免钱。拄仔拍开，吊几排新当当名牌衫裤，冰箱拍开，食的、啉的，囥甲甜甜。这是啥物款的家教咧？才知影有一个独生查某囝，大学生4年，毕业要去留学，无爱出去交朋友，叫明智来教英语。一时，伊才做一个全部了解，为虾米这几个月以来，渐渐伊愈无拍电话给伊，渐渐愈无用甲伊见面，渐渐愈无阁讲。因是共一条性命，永远分袂开。真久，我都想要甲你讲啊。伊耳孔内哪像听到明智咧讲，嘴里念。我知影啦，我拢知影啦。踢掉的声卡伫脑后，走袂出来，歪头就走。总离开迄间看拢拢内面逐项有的大厝，无偌久，时机变歹，连续几个月，逐支股票跌甲咪咪冒冒，按万外点落到2000点。霸王陈永成以大输大，了甲淡淡，互证券行断头，全部破产，险险跳楼。明智倒来旧底大个所在，甲朋友共加一间房间。无偌久，阁想起伊甲英辉共一条性命。伊是赤木堂，伊是赤木堂变的爷，因永远分袂开的代志。无偌久啊，时机变歹，这个变好个人的性啊吼，伊的逐支股票拢嘛落顶盘啊，用过赢的钱。拢输甲打打，险险啊，就走去跳楼。安尼知影，好个啊，即摆送甲强要跳楼。明智啊，互伊过一段轻松好过的日子，毋过咱即嘛知啊，后尾伊的结局安怎会知啊？伊嘛只好搬转去旧底的即个细厝徛，甲朋友共加一间房。即款结局，煞互明智啊想起以早伊迄个。查某朋友因为的批，因为伊安尼写，我永远伫你的身边，你笑，我对你笑，你好，我甲你七目屎。咱共一条性命，我是刺毛糖，你是刺毛糖变出来的爷，我永远甲你分袂开。不管查甫查某哪，恋爱的时写这罗曼蒂克的物件，本地明智也有影爱伊，毋过实在甲多数世俗人共款。拄着好个啊，这对象敢袂叫生气，
即个明智啊，伊为了钱，甲本地查某朋友因为啊扯，这敢是天公伯啊，伫咧甲教死。因为伊股票吼，伊了大趁钱，有当时会发生一寡代志吼，像即个家庭就是安尼吼，股票趁大钱吼，伊囡仔伊查某囝咧创啥代志拢毋知影吼，落尾嘛是用股票来解决啦，吼，伊就想讲伊股票有钱，用股票来解决即个伊查某囝的即个代志，吼，即个内容就是讲咱即个故事内面写的安尼吼，请一个真好的家教吼。医学院的学生来希望讲后摆咱捡做竞赛，这拢用金打，用股票打出来，落尾跌停板吼，股票输了啦，这个计划煞未成功安尼，这是咧写这个故事。刺毛糖尾啊会变做野嘛，吼，所以查甫人要甲查某囡仔灌汤的时候。就是讲，我甲你共一条性命啦，吼！我是刺毛糖，你变做真水的尾牙，吼！咱实在是共一条性命啦，用安尼灌水就对啦，你甲查某囡仔灌水啦。菜园仔定定看到刺毛糖，但是刺毛糖无好耍，囡仔掠来小可耍一个，大多数拢念去等落鸡仔去烧抢。看到鸡仔咧烧抢，安尼心色尔，其实刺毛糖热着皮肤会红红、赤赤、胀胀，足刺擦的。所以俗语话讲，互刺毛糖热着，就是讲拄着歹人，惹着麻烦的意思。刺毛糖吼，其实伊若变做尾叶迄个过程伫台湾嘛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就是讲。伊伫春天的时，俗语讲清明叶，伫清明这个时阵，尾叶拢大出啦。这个刺毛糖变做尾叶，尾叶拢大出啦。伊有一个习性，会对南飞上北。上界出名的，就是伫云林县的南来乡，南来乡的迄个二哥，就是福尔摩沙高速公路遐，清明前后会有这个。纸板叶飞过，足正出名，足正轰动的。每年拢照迄个时间会来飞经过遐。所以变做讲，那清明卡的前后呢，要看纸板叶的，就来云林县的南来高速公路遐，第二高速公路遐等候看纸板叶迄个飞足壮观的，足大阵的安尼飞过。其实伊是对屏东经过。高雄、台南、嘉义、云林，飞上北去哩。暖暖十门溪，咱来故事ทั่万地。咱的台语文学广播剧。是根据陈雷先生的第一篇小说来编作。小说的原作读起来是甚么款的滋味呢？这部说落去，咱来邀请老台语随时的台语声陈雷台语文学读册会读册班来分享因读小说原作的感想。大家好，我是小美。起天盘这个故事呢，真趣味，因为陈雷先呢毋若甲咱台湾迄时。股票大起佮大落的迄种事件记录落来，伊佮借即个事呢来考察社会呢一种的现象。我感觉先生呢，伊讲的即个起天盘呢，毋若是敢伫讲迄个股票的起天盘尔，我感觉伊嘛是咧讲即个医学院的即个学生。咱若讲来甲社会即个少年人比论做是股票，即医学院的学生呢，即个呢，我想讲。应该是大家拢想要爱起天盘的结果，因为呢，真侪的父母呢，因拢盼望家己的查某囝呢会当嫁医生。咱拢知股票有起有落，人嘛是共款，敢有人会永远拢是胜利者咧？明智咧，即个胜利者咧，伊敢是博天盘？这个故事互我的感觉是讲
咱爱知影，也是讲咱爱去找着咱内心内底感觉上重要迄个物件是啥物，而且呢，爱好好来小心来甲保护，啊嘛爱坚持，别当互外口的代志来甲影响，无咱的幸福快乐会真简单就消失去。到时要找人讨，是无地讨。是远远的故乡，30年陪鸟在流浪，故乡啊，我的故乡，闻着是香香的花味，风吹是静静的故乡，一两丛莲雾在开花，故乡啊，我的故乡，踏着是青青的土地，希望是永远的故乡，每一遍心内在叫你，故乡，我永远的故乡。